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不让你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野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哎！你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哎，啊！你给我撒开！你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杀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孩子，不怕，好孩子，不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。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，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你饿吗？这里有热汤，还有烤饼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喝口汤吧。月公主，你们秦国的人来了，要带你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听说你救了个小狼崽儿，你还真挺像小狼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吓着他了。你怎么看上他了？他跟我弟弟一样大，我弟弟若是无人照顾，可能也会像他一样。你干嘛？哎，你放下他！放开他！你轻点儿。
说什么呀？他说啊，他很聪明，通晓人的习性，应该是跟人一起长大的，只是这2年才混入狼群当中，跟狼一起生活。只要把他送回人群当中继续教养，他应该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少司命保佑，可怜这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就有白头发，简直像小狼一样。我叫你小狼好不好？来，接着。为何只有300车粮食？先付一半，另外300车要等我们回去以后再送过来。于公子，管子是谁？管子啊，齐国的国相，曾经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，成就霸业，是他独创的轻重术与盐铁法。什么是轻重术？敛轻散重，低买高卖。管子曾使用轻重之术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鲁、梁、莒、来、楚、代、衡山击垮。哎，等等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义渠盛产狐皮，如果我向大王高价购买狐皮，那么义渠的子民就都会跑去猎狐挣钱。到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如果大王点击兵马，发现所有人都去猎狐了，而此时正值有外敌入侵，该如何？如果大家都忙于猎狐，而不屑于放牧，此时我突然停止再收购狐皮，那么已经无人放牧的义渠又会怎样？饥荒。哎，那什么是盐铁法呀？如果大秦和其他各国联手，都不向义渠人出售盐和铜铁之器，那么义渠能挨上几年？断盐1个月，不足避乱。多谢雍公子提醒，我定不负与大秦的盟约。能否请问大王，为何突然对管子有了兴趣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张仪拜见岳公主。张子，真没想到秦王会把这差事派给了你。是啊，想当初岳公主发重誓与张仪永不往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你千里迢迢来义渠救我，我谢你。但我也救过你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啊，不，我赎公主回去是分内之事，公主救我乃再造之恩，所以这辈子张仪都欠你的。回了咸阳进秦宫，说不定你和张仪还会经常见面的。张子错了，咸阳我会去的，但秦宫我是不会进的。岳公主把话又说早了，身为陪嫁应妾进秦宫，理所当然。还想杀我？杀人是要靠机缘的。如果你还想杀我，就得祈祷长生天，让你我还能有机会再见面。既然已经做了一次好人，那不妨好人做到底，让小狼弟弟跟我走。这孩子是我们义渠的人，他的事我做主。你想用小狼来要挟我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明日你们赶紧走人，
虽然我们一群人不会轻易为一个小女子让步，但是买卖做完了，有后悔的事情是有的。想不到玉渠王是个用心很真的人。他说这些日子你在玉渠骑的都是这匹黑马，所以让你把马带走。义渠王送公主骏马，怕是用心良苦吧？马就是一匹马，听了公子这话，倒是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月公主，请上车。来，走吧。别叫，他走了。你看，她走了。她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她头也不回的就把你抛下了。她说她是你姐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没给。她在咸阳还有个弟弟。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，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快就会把你忘了。姐姐，小冉，姐姐，回姑，月儿，姐姐，别哭，姐姐这不回来了吗？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一心全无，我和灰姑都好担心你啊，姐姐。别怕，姐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嗯。